點擊客戶信息錄入單，錄入我們的客戶信息。錄入客戶信息，客戶名稱必須錄入。如果要修改客戶信息，直接輸入要修改信息的供應商名稱，在顯示的數據基礎上進行修改即可。錄入完成後，點擊提交即可。隨後打開客戶信息錄入單查詢，可以查看歷史單據信息。如果要查看所有供應商信息，需要打開客戶信息報表，也可以停用和刪除客戶。點擊銷售預訂單，可進行銷售預訂操作。錄入單據信息及預訂商品。錄入完成後，點擊提交即可。銷售預訂單詳情頁面可進行銷售單的轉、出庫和作廢操作。點擊轉出庫後，選擇出貨、出庫、出庫及收款賬戶等信息後提交，即可完成商品出庫收款。接下來，我們點擊銷售出庫單查詢，找到剛剛出庫的單據。掃描二維碼可以看到單據詳情。點擊轉退貨會跳轉到退貨單頁面，進行商品的退貨操作。必須錄入每個商品的處理方式。
點擊提交即可完成商品的退貨操作。